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叫伊百姓因做得舍，就知影救因。因咱神怜悯的心肠，叫透早日光对关天临到咱，要照亮坐伫黑暗中死荫内面的人，甲咱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77节到79节。圣经的主题是人的救恩。圣经分作新旧约，旧约是救恩的计划，新约是救恩的实现。把握这个重点，咱对独一真神的了解将有真大的帮助。为了实现救恩的计划，神的灵、圣灵和童女玛利亚怀孕，所生的囝就是耶稣。耶稣亲像透早日光对关天临到咱，要照亮一个黑暗中死荫内面的人，甲咱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伊是天下万百姓的救主，要将家己百姓对罪恶内面救出来。圣灵是神的灵，所以耶稣本来就是全能的神，应在白。伊降生就是神伫肉身的显现，为了要完成救恩，神不但要成做肉身降生，也要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来忍受痛苦极限，而且对死来复活。耶稣基督被交予人去处死，是为着咱的过犯；伊复活是为着互咱称义。借着基督的舍命甲复活，伊已经同时满足了神的公义甲慈爱了。因安尼，既然神所竞选的人，什么人拢袂当控过因，也袂当定因的罪了。但直到现在为止呢，神的救恩并还未完成，因为照着神的经纶，这个救恩必须等到基督再临，死人复活，罪人受刑罚，义人被提到天国，才算作完成。所以升天了后，耶稣为了要继续进行救赎工作，依然徛伫神的正边，做更较水的约的中保，替一切选民来做代求。互顺节圣灵降临，门徒拢被圣灵充满，大约有3000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。建立教会也是为着要完成救恩的工作，因为有圣灵引导，咱才会当明白真理；有圣灵的启示，咱才会当认捌耶稣是主；有圣灵的洁净，受洗才有赦罪、称义、顶头生的功用；有圣灵的感动，咱才会当正做圣洁，达到得救的地步。就完成神的救恩来讲，圣灵所占的地位是何等的大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、舍己的性命、复活、升天以及圣灵的降临，拢是为着救恩的需要。等到救恩完成，无一个世界被毁灭，无再有黑人，魔鬼受影响，无再试探人，教会被提，信徒无再犯罪。迄个时阵，耶稣基督就无必要搁再做中保，为圣徒代求。圣灵也无必要搁再留伫地上来建立教会了。对咱就当知影，伫基督降生以前，还未进行救赎工作的永远的过去，神是独一的；基督再临，救恩完成了后的永远的未来，神也是独一的。伫救恩的时期，为着要完成救恩的需要，神敢若亲像分做3位共款，其实却是共一位神的作为。因安尼救恩的时期是对耶稣基督降生开始，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临，前后大约是几千年。这几千年就神永恒的时间来讲，这是极其短暂的啦。叫伊百姓因做得舍，就知影救恩。因咱神怜悯的心肠，叫透早日光对关天临到咱，要照亮坐伫黑暗中死荫内面的人，甲咱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77节到79节。
以上文言良语由真阿所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